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美国经济内要调降利率，恐惊无可能。再加上出口到中国的晶片，政府要管制，这时候美国股市主要的指数大落，其中科技股的冲击上大，嘛影响到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落超过260点，上尾也是落129点，以19338点来收盘。台积电伫下晡开法人说明会，盘势嘛无看到行情。今仔日台积电是落8块，收伫个847块。周四盘面绿油油，而且没有上演台积电法说会行情，早盘一开盘就往下跌。台股以19389点开盘，落超过78点，开盘半点钟左右又搁败捌落超过270点，虽然是起起落落，最后是落129点，收伫19338点。台积电的方面，一直发说会进前以849块开盘，落6块，最后收伫847块，落0.94%。台积电过去因为我们台股处在多头的气氛之下，所以往往台积电法说会之前呢，都会上演所谓的法说会行情。好，但是目前整个的市场的气氛也好，状况也好是不一样的，受到川普晶片的禁令的关系嘛。其实市场早就心理准备，因为美国股市四大指数16个时拢收乌盘，落1.739%到4.1%。美国对中国实施晶片的管制嘛，动摇市场信心，包括辉达甲超微指定当顶的晶片出口到中国都要申请许可。辉达认一季差不多55亿美金的费用，超微也增加8亿美金。他们不会正面的回答这些问题，但是他如果强调说，整个未来其实我们目前接单也好或是什么，并不受影响。我认为这个就是正面的回应，逢低的承接，然后呢，我们控管好自己的资金，台股未来还是会有反弹的机会的。那要望美国最近降利息，恐惊无啥可能，加上晶片的出口限制有较严，致使美国的股市科技股哀鸿遍野，台股嘛无乐观。短期内利空的压力难解，咱投资人都要谨慎再谨慎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